嚟緊又有長假期啦，會唔會打算帶屋企人去旅行呢？除咗一部可靠嘅輪椅之外，出外旅行總少不了舟車勞頓。一個好嘅坐墊當然唔少得。今日為大家介紹法國製造嘅 Système PolyAir 充氣坐墊。PolyAir 充氣坐墊係屬於最高級別嘅坐墊，適合最高風險人士使用，能有效預防壓瘡。手動氣泵連壓力錶，有助準確調校坐墊壓力。用法相當之簡單，以用者嘅重量同埋臀圍為量度嘅準則，按住指標輕鬆方便調校充氣量，容易使用。佢有兩組獨立充氣室，左邊同埋右邊，可以矯正盆骨不平衡。蜂巢狀獨特設計，氣墊排列有3個功用：一、增強穩定性，比一般充氣氣墊更穩定；二、增加接觸面面積，減低壓力；三、氣墊中間嘅通風空隙，減少濕氣，預防壓瘡形成。特製乳膠 L'Esprit 製造，特殊生產過程不容易撕裂，而且非常柔軟。有6同埋10cm 兩款高度選擇，適合不同要求人士。坐墊適合16同埋18寸坐闊輪椅，配合我哋嘅 Alpha 鋁合金助推式輪椅，輕便耐用，方便攜帶，對照顧者而言更輕鬆。鋁質附塗層加粗支架，具抗潮濕、抗氧化嘅能力，十分適合戶外使用。工廠同埋產品均符合國際標準認可。想舒服冇壓力四圍去，點少得 Système 坐墊同埋 Alpha 輪椅。如果對以上商品有興趣，歡迎致電俾我哋，或者上網頁選購。